第2022年所发起的赞美杯高球公益赛迈入第3届，延续甲高尔夫球运动结合自身的理念。今年主题是关怀长辈，将透过赛事的公益挑战，替受赠单位台南市用爱关怀服务协会来募款。今年第3年，我们以银发族关怀这个主题，来帮助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的老人家，来协助他们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善款跟物资。能够让他们能够在晚年的时候，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的关怀跟回馈，这是我们举办赞美杯的主要的目的。这摆更特别邀请到高球名车曾亚妮，还有介意高尔夫球的野球选手林志胜甲胡金龙等人，共同担任公益大赛，斗阵行善，启动爱循环。另外，也搁请一个企业来响应。我们的海悦国际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代销公司，海悦集团来参与我们这次的公益活动，所以我们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结合，募到更多的善款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这些银发族的长辈们。赛事品质唔但达当提升，更透过各界落实你捐偌济，我就捐偌济行动，全体参赛者的捐款总金额，这摆更塔价翻3倍捐出，欢迎大家报名来做公益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